伫咧听学咱台湾除了射击摕到金牌，女子100公尺跨栏的可乐嘛摕到金牌哦，也若拍乒乓的男子双打2组选手也摕到2块铜牌。6号跑队可乐伫比赛内底，甲3号跑队匈牙利选手无输赢，可惜最后依然是0.136之差摕金牌，这是台湾这一届跳舞第3个奖牌。虽然无法度卫冕，不过可乐对这摆表现是真满意。这是我1年半来第一次，从受伤1年半后第一次跨栏，那所以真的也非常的惊喜。受伤之后也恢复到90%了，那也慢慢的希望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。虽然真欢喜，不过可乐承认，前一摆起跑选手犯规对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它又不像100公尺、200公尺这样，我们是出去后，我们是被紧急刹回的时候是有撞到栏架的，所以其实心理的冲击也会蛮大。这银牌也让可乐更较有信心。另外，乒乓人险部分，杨荣忠、黄基雄甲郭国东、罗世杰2组选手双双晋级四强，不过拢输予中国组合，摕2个铜牌。罗总统也拍好电，恭贺乒乓队精湛的表现。这里是田径场馆，日本政府邀请许多学生来这里加油，而且他们都知道不能用鼓掌，而是要挥手帮选手打气。工作人员也把指导教学生安怎正确支持听障选手。很多听人都不知道有听障奥运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大多只知道奥运、帕奥，对听奥不熟悉。但现在知道的人变多了。观众热情加油，选手也拢全力以赴。公司新闻日本当家采访报道。